唱第一载，兄弟来，兄弟呀，看我为子，你的花旗刚落蕊，有你两万的心来，来自你的花旗来，有子的心主的灵灵。不过吼，另外咱这条吼，咱来看下做事的人吼，上帝一听，然后伊说做事的人是，咱应该足些吼，就是迄个查尔斯卫斯理，就是卫斯理家族吼，咱就记得伊的爸爸是Samuel吼，卫斯理，吼总共生19个囝，有9个过身，这个 Charles Wesley 是第18个，吼第18个囝。伊的迄个囝内底吼，就是这个 Charles Wesley 甲 John Wesley 吼，这两个吼，比较对信息顶面吼，较有真侪的迄个贡献吼。Charles Wesley 伊是英国人，毋过真大的时间吼，拢伫咧美国伫遐来服侍。伊甲这个作曲的这个吼，Rundell 吼，这个人吼，John Rundell 吼。因两个是会使讲是一个真好的迄个嘛是真好的搭档，但是这个John Rundell吼，伊是一个真老司琴的人，吼伫咧迄个纽约的布鲁克林吼Plymouth 的迄个公礼堂吼，伫遐来对司琴，伊吼含这个人吼，咱来看下这。这个吼。比切尔，比切尔是一个牧师，伊就那用这个比切尔名来做吊名，因为这个伦德尔和这个比切尔两个伫咧美国的纽约迄间教堂内底两个有足好的配搭，两个也做伙出这个信息集，所以有真侪人尤其迄个因为因。比较是伫迄个时代，甲林肯总统足好诶所以因对迄个黑奴就是破坏这个讲，希望不要再有黑奴的制度，对欧人真友好。所以伫这个所在伫迄个布鲁克林迄个所在，足好侪迄个欧人也是足侪人真爱去因教会，因就讲，我们来听这个比切尔这个牧师的讲道，另外我们要听伊的音乐，所以因的音乐，伊迄个甲因的讲道、因的信息，伊迄个所在去因足侪人去因教会来做咧。
生的囝儿吼，啊，但是去对这歌词内底，就是讲借着耶稣基督伊的出生，伊的世间30年伫遮的服务，吼，伫遐死搁活，吼，伊的一生中间，吼，都来显现咱上帝的疼叹，所以咱咧宣扬福音，嘛是宣扬基督耶稣伊的这生平，所以讲提摩太的后书4章20讲，咱传道理无论得时不得时，就全无以用百般的宽容教示来责备，警戒劝勉，这个作词作曲人的严信兴牧师，严信兴即马已经76岁，拢伫咧屏东的，伫咧屏东农会中会，伫迄个所在四界去帮忙。严信兴是一个咱台湾的文学之宝，伊真好写迄个台语，也是台湾乡土，足侪伊嘛迄个含萧泰然老师嘛是伊嘛写足侪迄个歌词，萧泰然老师甲伊安尼合作伫遐来迄落。今仔日即条诗歌是伫咧1988年1988年，迄阵总会定伫咱的迄个迄年叫做人人传道年，所以严信兴牧师伊阵就为即个人人传道年来写即条诗歌，所以咧伫各种的聚会中间，就用即条诗歌伫遐来提醒大家宣告，每一人爱将即个福音爱传出去咱先听琴来弹一遍第一站来，上帝找伊度生囝儿，羊条来，卑微出世，30年久，孝顺父母，真正义，敬听兄弟，3年传道，4季奔波，年甲日伊直直磨，好利有空，鸟者有收，咱的主无为，通晓，咱来唱第一站。上帝找伊度是囝儿，有条来卑微出世，30年久孝顺父母，真正义敬听兄弟，所以传道是归分高，伊甲日一直直磨，互你温康朝朝无休，咱的主无为通晓的你再唱，为着听咱临到世间，甘愿担一切苦难，伊受逼迫，咱的以后受刑罚，咱的平安，亲像一样，路途荆棘，是一顶顶配咱死，道路我再不易面对就开的价值伫这个所在第2章当有够我国在不义，那个发芽发出来不义，面对就开花结子，来第3站，多备来，多加就体阮的帮忙，
是有时啊，伫即条的后壁吼，你咱来翻咱的迄个信息吼，就看有写有画，有画图，有写有诗歌，吼，你遮来提示咱，互咱搁较知影即条诗歌的意思。所以共款46首，伫后壁有一个46首诗，请你来，咱做伙慢慢啊来念即个诗，来做咱敬拜进前的祈祷。来，请你来，伯利恒的婴儿，求你互阮体会你的临在。当阮敬拜的时，会意识你踮伫阮中间。请你来，做罗卜的君王，求你教示阮你国度的道路，也用阮的心做你的宝座。请你来，世人的兄弟，求你向阮显明阮人生的意义。求你行伫头前，引带阮到上帝面前，引带阮直到你的完全实现。阿门。敬爱兄弟平安，今仔日是台南新南院奉献主日，奉献地伫咱座位的头前。请安静，同心来敬拜上帝，走甲。
水画上上主的山，之水画徛伫伊圣的所在，就是手清气、心清洁、存心无怨无假、就抓无囥干贵的人。即号人要得到上主赐福，要对救伊的上帝得到伊。三甲来吟诗，学了上帝。正诗121首，正诗121首，请起立。是咱用许多圣经做伙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安宁的天，永驻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大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十节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人来受苦，应是第死摆在罗伊府，第三日对世人中国活，上天阿坐伫全能的父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的教会，正道的相通，会赦免帝国啊，永远的活命。请坐。大家用启应文53篇来应答上帝的话。启应文伫圣诗后面，启应文53篇。我就带什么就归上主，来敬拜至尊的上帝。上主减为欢喜，千千只公的羊，还是万万条溪的油。人啊，伊有指示你什么是好，要实行公义，心存慈爱，谦卑甲你的上帝做伙行，同心来祈祷。至圣的天父，全能的上帝，你对古早就是宇宙的主宰，现今也是掌权世界的大君王。将来的确是阮的拯救甲愿望。阮的目睭一日天开，看到的是你无法度想象美妙的创造。每一时阵，阮的心、身、灵所感触到的，就是你的温暖甲疼痛。阮要怎样来形容你的创造呢？阮只有无言无语，
对阮深沉的内心来发出对你无限的懊恼甲感谢。人要安怎夸口家己的牛？阮每日着活是为着甚物呢？阮一生的年日，也毋是向衰微在迈进嘛。总是因为你竞选了阮，互阮对罪恶中得到透放，对绝望中看见盼望。因为你就是阮一生的盼望。由你使阮谦卑的心、智慧的灵，互阮一生存在的意义，只有在于你。一切拢是因为基督，所有的荣耀拢归乎主上帝。今仔日，阮兄弟姊妹组织伫这个有147年历史的上山教会，就是至权的上帝通过马偕牧师伫遮所设立的，一代正仆人，同工兄弟姊妹一代线接一代，伫遮培育信徒、宣扬福音。但阮已经承接这个责任，以阮这代来拍拼兴旺福音，搁将这个救人的福音传承予下一代。求上帝帮助阮会无够格，感动阮，愿意奉献阮家己，成做你的路用。特别，阮要细字来听，来领受你对阮对顶面来的异象甲使命，互阮在进行重建圣殿的思考甲行动的时，嘛袂当伫信仰的内面有合一的心，嘛有忠实的行动。共同来去做这间宣教的新基地，为荣光上帝。阮所徛起的世界，现时拄着疫情甲战争的威胁，嘛有极权政治甲妖恶伤害。对人来看，毋知影当时会结束，也毋知影当时会当消除这款的灾难。总是阮只有亲知，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对永远到永远。你是掌权的主上帝。今仔日是你所设立台南新人院的纪念主日，阮要为着这间上帝所设立的培养你的仆人的学校，特别祈求你的赐福，和师生一齐继续你伫因心内的感动甲启示，因为伊要完成做宣扬福音、培育门徒、忠心的器皿。求你即时临在伫阮的敬拜中，你的话透过李牧师来开拓伫阮中间，来感动阮的心。阮诚心拜列以上的祈祷，即时阮也要照主所教示阮的祈祷文，同声祈祷吟讲。
咱做伙来共读上帝话，记载伫新约马太福音16章13节到20节，为台语汉语本圣经新约第20页。马太福音6章13节，耶稣已经到该撒利亚腓立比的境界，问伊学生讲：人伫讲因主是几岁？因讲，有诶讲是行洗礼的约翰，有讲是以利亚，阁有诶是讲耶利米，还是先知人的一个。伊就甲因讲：若是恁讲我是几岁？16节，提问彼得应讲：你是基督，因我上帝的囝。耶稣应伊讲：提问巴约纳，你有福气啊！因为迄气肉体的无只是你，是我伫天里的爸只是你。我阁甲你讲，你就是彼得。伫即个石盘顶，我要起造我的教会，阴府的关隘也袂赢伊。我要用天国的锁匙互你，你若你伫地面绑个，伫天里也要绑伊；你若你伫地面绑个，伫天里也要放伊。即时就禁戒学生，无得甲人讲伊是基督。请牧师讲道，请李武平牧师讲道，题目是基督因心上帝的囝。姊妹兄弟，大家平安。感谢上主，互我今仔有机会，会当来到上山教会，来为着台南圣孩医来请安报告甲募款。咱看今仔日的圣经，我相信今仔日的圣经是大家真熟，就是耶稣伊来到该撒利亚腓立比的所在，伊要问大家当时的人对伊有啥物款的看法。若是问当时的人，也是问伊的学生，到底有熟悉因所军队的耶稣也无？是安怎耶稣要伫即个所在问耶稣是啥物人？文道的回答，甲遮一般人的回答是啥物货？两款的回答有啥物无共款？耶稣伊听了，佮有讲啥物话，有啥物反应？耶稣有想出啥物款的应允，继续来呼召伊的学生来跟对伊来行往耶路撒冷。今仔日，咱的教会，咱每一个人立志要跟对耶稣。圣经讲，咱拢诚做伊的学生。即马现今的台湾的社会，咱要安怎了解耶稣是几岁，是啥物人？伫今仔日的经章中间，耶稣对伫门徒的应允甲鼓励，对今仔日在座的每一个姊妹兄弟，对咱有啥物款的意义？会当安怎帮助咱面对咱头前的挑战？其实咱若看马太福音书第16章，耶稣就一开始就在讲做伊的学生，提醒伊的学生讲，对伫上帝国要有一定的观察的能力。伊一开始16章，伊就批评法利赛人、遮个以色列人的领袖，伊讲：恁遮个人会当观察遮个天气、天色的变化，但是却无法度了解上帝伫即个时代要做的工作，伫即个时代的调头，反倒想要陷害耶稣，求耶稣显新约互因看。所以耶稣特别甲遮个门徒交代：恁毋通亲像遮个法利赛人共款，毋通受着伊的教导来影响，毋通无抓着耶稣所要教导的重点。所以耶稣伫遮反倒提出较一个重要的问题，爱门徒、爱伊的学生去思考，讲人讲我是啥物人，恁讲我是啥物人？
16章的13节，圣经安尼写，伊讲耶稣来到该撒利亚腓立比的所在，伊问人讲人主是啥物人？该撒利亚腓立比这个所在，伊是一个省的一个首府，敢若亲像一个敢若咱国家的台北共款。这个城市的所在是政治的中心，是当时希律腓力王所徛起的所在。咱会当想象，伫一个当时帝国所权力所代表徛起的所在，去问耶稣是啥物款的人？这是一个真危险的代志。就亲像咱若想象伫极权的国家，比如讲是俄罗斯，也是讲伫中国，伫因的首都的所在，去问另外一个真有影响力、关心人民的人，迄个人你对伊的看法是啥物货？我相信这毋是普通像咱咧开讲，讲某咪人安怎，总统安怎，迄个人行政院安怎，这是一个真重要，但是嘛是真危险的一个问题。因为咱知影讲，耶稣伫16章，耶稣拄啊批评，遮个伫罗马帝国内面，即个犹太人的遮个领袖，因为遮个领袖伊是甲罗马帝国去合作的，等于讲咱用现代话讲，即个罗马帝国的代理人，就是讲因即个罗马帝国通过犹太人的领袖，互伊去管理圣殿，管理犹太人的遮个人民的大细项事。所以，当耶稣批评遮个代理人的时阵，即马耶稣搁煞接搁问一个问题：伫罗马帝国统治者所徛起的所在，该撒利亚腓立比，伊问人，也问伊的学生讲，伊讲我是啥物人？但是也是因为伫即款有挑战、危险、艰难的所在，所讲出来即个信用个别。搁较有力，搁较真实。虽然耶稣讲伊用讲伊讲人主，人主是啥物人？虽然这听起来，这是耶稣是一个谦卑，伊无讲伊是犹太人的王，伊无讲我是要对抗这罗马帝国，但是伊讲我是人主是啥物人？但是大家听了拢知影讲，其实人主就是咧讲耶稣，就是即个对当时的犹太人。真关心，真有影响力，嘛关心这个送香散请的人，所以耶稣才伫头前讲到即个五块饼两尾鱼的架势。所以圣经继续讲，当时的人伊安怎回答这个问题？当时的人有人甲耶稣的学生讲，16章14节，伊应讲，有人讲耶稣是加色的约翰，有人讲。是以利亚，有人讲是耶利米，也是先知中的其中一位。咱拢知影，无论是以利亚，也是耶利米，这拢是伫旧约圣经以色列人的历史内面真勇敢的先知。咱知影以利亚是一个对抗，咱知影迄个巴力过来的先知以大多安尼一个人。对抗这个先知，伊也甲伊相战，批评当时的这个国王做毋对的代志，还有迄个耶西家甲亚哈王的这个罪行。咱知影耶利米嘛是真关心当时迄个时代犹太人民的困境，写作侪先知书的这个内容。这个人伊讲耶稣敢若亲像这个先知共款，嘛是真关心。有个人佫讲，伊是加色的约翰。咱知影加色的约翰，伫圣经新约圣经的记载内面，伊的落场是互即个希律王杀死，伊嘛是批评即个希律王有做毋对的所在。耶稣听了这个回答，无特别的回应，但是耶稣讲，继续问讲，恁讲我是啥物人？表示。虽然耶稣听到这个回答，可能感觉还未讲到重点，还未讲到即个耶稣感觉上满意的答案，所以伊就问这个门徒，问学生讲：哇，恁对我分对我一定3档，或者要3档，恁讲我是啥物人？西门彼得这个时阵，伊就应讲：
你是基督，因我上帝的囝。耶稣就甲伊应讲：西门巴约纳，你真有福气，因为甲你启示的毋是人，是我的天父。其实，做一个罗马帝国统治下面的这个犹太人，彼得的回答是充满勇气，甲对上帝来的智慧。伊领受到天父的启示，伊知影耶稣就是上帝差遣，因久久所听候，要来拯救犹太人的这个弥赛亚。基督也是上帝的囝。咱知影，伫当时只有凯撒会当做王，会当成做上帝的代表，会当成做这个天顶的官兵，伫这个地上的代表，所以大个人拢爱甲伊跪，拢爱甲伊敬拜。但是彼得却是伫一个罗马帝国希律王的所徛起的所在，真勇敢宣告耶稣就是基督，耶稣就是弥赛亚，耶稣就是迄个先知、祭司、君王、受割抹的、受膏抹的人。伊要带予犹太人拯救，而且伊是永远上帝的囝。这个永远是生命不断的延续，上帝的囝是代表上帝伫地上所要治理的权柄。所以耶稣才会讲彼得，你这个回答实在是无简单，是天顶的天父，予你这款的稳定甲信心，予你这款的启示，认捌耶稣是啥物人，并且愿意大胆勇敢来宣告出来。所以真奇妙，认捌耶稣的人，无拄拄是遮犹太人的领袖，因逐工伫圣殿内面服侍，反倒等是真正在军队耶稣的人，才看出耶稣是啥物人。煞只耶稣通过这个彼得甲石盘，以这个希腊文彼得 Peros 这个甲石盘这个双关语，因为伊的音伫希腊文的原文是真类似。伊讲要伫彼得所宣告的这款信用个别的这个根基的顶面，要起造教会。咱知影教会的原文是一个市民的集会、组织，也是一个整个以色列的一个群体。所以表示耶稣要亲像要起造，亲像真侪人亲像彼得安尼共款，领受天父的启示，对上帝国有了解、有观察，认捌耶稣，而且佫愿意勇敢见证耶稣是基督的一个群体。我佫讲一摆，就是讲耶稣要起造这个教会，是这个教会的群体，侪人要亲像彼得共款，虽然面对挑战，但是伊领受上主的启示，伫危险的所在见证耶稣是基督。而且耶稣讲，这个群体因付死亡的关系，袂赢过伊。我讲到这，咱表示知影讲，这个群体，耶稣讲，这个群体有可能会拄到死亡甲黑暗的关系的威胁，但是圣经讲，拢袂赢过伊。这个拢袂赢过，原文的意思就是有气力去面对这个挑战，有气力去面对头前这个阴府甲黑暗的关系。毋但安尼，圣经继续讲，我要将天国的锁匙予你，你伫地上所禁止的，伫天顶嘛会禁止；你伫地上所稳准的，伫天顶嘛会稳准。哇，咱想看卖，到底伫一个国家内面，是啥物人有权讲你会当做这件代志，你袂当做这件代志？当然，伫即摆咱的国家内面，可能是根据这个中华民国的宪法，特别是增修条文的部分，也是讲佫有根据这个立法院所立的这个法律。但是伫当时的罗马帝国内面，是啥物人讲话才准算？是罗马帝国的君王。所以耶稣讲，我要将天国的锁匙予你，意思就是讲，这个教会，这个亲像彼得遮勇敢的这群人，上帝要予伊权柄，有上帝国的权柄，会通禁止，也会通稳准。也就是讲，耶稣要呼召这个教会、这个门徒、这个有信仰个别勇敢的人，要伫当时的罗马帝国内面
起造一个上帝国新的价值观、新的这个法律、新的国度，甲罗马帝国无共款。但是因为时机还未到，所以16章20节，耶稣讲，伊命令门徒毋通甲人讲，伊就是基督。咱搁一摆来思考，到底什么是信用个表？其实一个人，还是一个群体，要做出信用个表是真无简单。我相信每一个人，伫台北市、大台北地区，每一个人要安怎思考，要做一个基督徒，要真有真侪角色，要安怎伫你的所徛起的所在，扮演的角色，你的身份，要安怎活出基督的性命，要安怎做出这个信用个表，真正是无简单。更加何况是这个门徒伊的学生，要伫希律腓力王所徛起的所在，凯撒利亚腓立比，伊要见证伊的信用，这实在是无简单的代志。当我读到这段圣经的时，我就回想，咱的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嘛有类似的经历。咱知影，咱的圣诗的头前面有一页，通常迄个信用个表，足长的信用个表，大家知影是啥物信用个表吗？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用个表，我毋知影咱的教会是啥物时阵会读到，有的教会是轮流有共款的信用个表，照礼拜安尼，每一个礼拜轮流去读。有的教会可能平常时做汉地在读信用个表，可能敢若即个牧师就任，是讲红帽的时阵，特别圣礼典的时阵，才有读即个信用个表。但是即个信用个表伊的形成有一个特别的故事，就是伫1970年代，当即个台湾基督长老教会面对着咱的国家当时的威权政府对伫教会即个压迫，甲即个渗透，咱知影讲，我即摆暂时伫即个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伫工作，所以咱通过这历史的研究，才能了解讲，其实长老教会伫当时有受到真侪的即个监控，无论是即个县民，无论是通过牧师长老、技术会友，即个国家的权力天罗地网安尼有真侪压迫，有记录牧师在讲着啥物货，教会在讨论啥物货，教会公布的内容是啥物货。当时迄当阵，教会也有内部的困扰，甚至阁受到即个其他教派鼓励。咱知影讲，当长老教会要发表国事声明的时阵，这其实本来是甲其他的教派、圣公会、卫理公会、这信义会做伙讨论的，但是因拄着政治的即个压力，所以退出，所以敢若最后即个长老教会单独来发表。就是伫遮真侪风波的即个时代，伫1978年第25届咱的总会的信用甲教济委员会，有一群人伊决议要来邀请研究小组，要来研议到底长老教会的信用个表是啥物货？因为迄时阵还未有咱家己的信用个表，咱拢是用即个西方教会传统所留落来，迄当时要回应迄当时拄着的问题所提出来即个信用个表。但是伫当时台湾拄着遮侪问题，国内国外教会内教会外，遮侪问题的时阵，咱做一个长老教会的信徒，面就咧思考，到底要安怎回应迄个时代？经过真侪的讨论，经过是7年啦1985年的总会，咱看圣诗；1985年的总会才通过今仔日咱圣诗内面所写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信用个表。这个过程，我相信有真侪的讨论，有真侪的挑战。但是咱的教会，这个有台湾有基督的信用的群体，这个信用个表，无有受到这个威权政府的攻击，就因为安尼总煞去。反倒亲像这段圣经耶稣教咱应允的，互咱有气力去抵挡这个挑战，无互这个阴府的关系所赢过。伊参悟着上帝伫台湾这个岛屿所要起造新的价值观、新的法律。过去是威权，但是长老教会通过普世教会
的新海的反省，带出一个民主、自由的一个伫台湾的新的价值观，互台湾对伫威权的社会行向民主，继续宣扬上帝国的福音。我相信这个信仰告别是自然发生的，是圣神通过侪侪人的工作，通过普世教会的帮助，通过神学的反省，互咱去用新的眼光对圣经、读圣经来对这个时代有一个回应。这个呢，毋也是敢若伫咱的教会，因为教会历史所发生，这个反省，这个神学的反省，这个信仰的告别，也伫西方的教会不断的发生。比如讲，通过这个信仰的反省，互女性会当伫教会内面真做牧师，黑人无去互受到奴隶的对待。结果在面对希特勒的时阵，有一群教会的这个信徒姊妹兄弟，伊开始反对希特勒的这款的极权的行为。我相信这就是圣神通过神学、通过信仰的反省，互咱会当做一个新的信仰告别。但是这个信仰告别，1985年到即马已经经过30外冬，咱还阁继续面对有侪新的挑战。当然，即马世界在战争，中国的威胁嘛是继续，全球化甲资本主义对咱的生活影响嘛造成真大的压力。咱的教会虽然过去一直有甲普世的教会有结合、有连结、有神学的交流，但是也有侪保守的神学开始产生一寡冲突。咱基督教会的内部虽然有真丰富宣教师留落来的这教产、教材、机构甲资产，但是咱来面对伫这个资产的管理顶面，有真侪权力的斗争。咱的基督教会伫社会关怀顶面，也因为咱的中产阶级愈来愈多，对伫教会本身的成长，这个关怀，敢若搁较压过上帝国的公义伫台湾这个特殊所要做的代志。甚至咱的教会嘛，这个面对社会议题期间，嘛压迫一寡弱势族群。但是我相信，上主会继续呼召伊每一个时代的学生，会当勇敢来做见证。我相信，这个信仰告别是需要每一个人搁一摆思考，搁一摆做反省。到底经过35冬以后，这个时代，咱每一个台湾基督教会的姊妹兄弟，这个时代，咱面对的挑战是啥物货？咱要安怎伫这个时代来做？这个时代，上帝互咱启示的这个信仰告别。你是基督，永我上帝的囝。这句话虽然真短，但是真有气力。是上帝的启示，也是上帝互咱的恩典，互咱会当伫危险的中间认出耶稣是啥物人，以及伊要所做的代志。我相信，这款的告别，毋若是一个人的信仰告别，那亲像耶稣所讲的，是一群人会当起做真做敢若石盘安尼稳稳啊的根基，真做一个群体。上帝也要将这个上帝国的光明赐予互咱，会当得胜。今仔日，这是咱的每一个姊妹兄弟，咱搁一摆来思考耶稣问伊的学生的问题：耶稣是啥物人？咱会当通过咱每一个人所徛起的所在，你的身份、你的工作、你的家庭，检查你是学生，伫你所徛起的所在来回应耶稣这个问咱的问题。今仔日，咱也通过伫教会的礼拜、教会的团契、社区的工作，对伫社会的关怀来宣告，你是基督永我上帝的囝。互咱伫这款信仰告别的根基顶面，继续互耶稣起造，来跟对耶稣，来加做一个有台湾、有基督的信仰群体，面对这时代的挑战。亲像咱即马伫教会的节期内面是大灾节期，咱要准备
牙齿受苦，但是也要经历着上帝应允的这个过活能力伫咱的中间。最后互我用几分钟的时间来代表台南圣下院甲大家请安。我相信毋知影大家敢有去过台南圣下院佚佗，也是旅游参观的，请举手一下。有的人有多谢，佫真侪人毋捌去过。当然，即摆台南圣下院在做一寡古迹的即个整修所以可能还袂进行较好。毋过，我相信台南圣下院，无论是你通过即个斯卡罗还是一把青这个戏剧，拢有侪即个拍片的，即个场面拢有伫遐来拍片安尼。但是我要特别讲，就是讲爱请大家为着台南圣下院这神学的即个培养来关心甲带导，特别是伫即个师资的部分。咱知影讲即个圣下院的师资是培养是真无简单，搁伊整个要安怎培养好的牧者，即个过程是真需要好的老师来关心来教导。我用我简单举一个例，就是讲我是第一代的基督徒，我细汉我阿哥带我去教会，我伫教会内面有经历教会团契的生活，但是当我去到圣下院了后，我开始有足侪的神学的反省，就是讲过去阮的教会较侪唱敬拜赞美歌，可能这圣诗可能是长辈大人在唱的，我少年辈可能较少唱圣诗，但是通过伫长老教会圣下院台南圣下院学习，我讲上帝若是你呼召我做长老教会的牧者，嘛互我会当体会到侪长老教会的信徒伊所感动的圣诗的即款的感动。通过罗伊德牧师的教导，互我会当了解圣诗美妙的歌词、甲意义、甲遮的旋律，互我渐渐对圣诗有真侪的感动，嘛常常吟圣诗来祈祷。互我伫即个圣下院过程中间，毋但受到即个圣诗的即个人物，我也搁通过遮个神学的教导，互我去了解对女性即个女性主义要安怎来看圣经的记载，要安怎对后殖民主义也了解圣经的遮个新的诠释的方法。检视过去拢徛伫家己的角度、家己的想法，但是咱听看觅黑人伊是安怎看即段圣经，拉丁美洲的人是安怎看即段圣经。过去教会有犯啥物错误的代志，今仔日咱的教会要安怎有有一摆好的反省。我感觉这就是一个咱的信仰的眼界不断地拍开的一个所在。所以我望当咱的教会成了一个哪来开放的一个教会，哪来多元，哪来包容，甲普世的教会，甲这个世界，甲这个人民结合的时阵，我相信上帝就会通过咱的教会，去较有气力去服侍较侪的人民，做较侪水的工。所以最后真正邀请大家为着台南圣下院的神学教育，无论是硬体的建筑物的这个整修，还是伫学生、老师、这个教职员工的这个培养的顶悬，拢愿上帝多多赐福，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疼痛的上主，阮感谢你，你呼召阮做你的囝儿，也做你的学生。你带领阮行到面对挑战的所在，但是你也赏赐你的启示放伫阮的心内，互阮会当有气力去勇敢告别你是基督，永远上帝的囝。上帝，阮知伫阮的人生，真正每一个人有面对无同款的挑战，常常有感觉有压力，常常有当时心情的压榨，有当时嘛感觉行袂落。但是你讲，你有呼召一群亲像彼得遐尼勇敢、信仰告别的这个群体，要组织，要做伙，要互相扶持，要做伙来做见证。愿你通过你圣神美好的工作，伫上山教会147档，我相信过去你有美好的工作，现在甲未来，你也要伫遮继续带领即群属于你的囝儿、你的学生，要继续面对你，面对挑战，也要经历过活，将即个过活的快乐甲平安带互即个所在最有需要的人。
我若特别为着台南圣下伊的圣下教育来祈祷，愿你带领，无论伫金钱、硬体、软体的顶面，上帝你拢为伊备办。互教会的领袖会当继续受到培养，伫南部、北部、东部、西部、山顶、海边、都市、庄脚的教会，拢因为圣下教育所培养出来的遮个牧者，甲遮个种子同工，拢得到侪侪的利益，归荣光互你。安尼祈祷，奉靠主要所祈祷的圣名，阿们。咱连贵州部来读今仔日的金句，咱做伙来读2遍。来，西门彼得应讲，伊是基督，是我上帝的囝。马太福音16章16节。西门彼得应讲，伊是基督，是我上帝的囝。马太福音16章16节。啊，再来吟诗回应上帝的话，圣诗76首。圣诗76首，请起。奉献请洪进执事、税分执事、民数执事、民旗执事来负责奉献。
请看周报第94页消息报告。第2点，今仔日是台南新南医奉献主日，特派李有平牧师前来讲道请安，多谢李牧师，请兄弟关心奉献。第3点，2021年奉献证明已经放伫1楼大门口的奉献柜，请兄弟家己来领取。若找无到家己的奉献证明的，请向财务组的同工来直接。第4点，宣教组的欢乐周六定伫3月26日拜六开课，欢迎国小、国中的学生来参加。第6点，本教会定伫4月17日礼拜日国华节迄日的下晡1点开始，要伫上山车头前的这个圆顶广场来举办第2届的兔子彩蛋大复活的活动。兄弟知影，咱这个圆顶广场对去年国华节开始就甲伊合作这应该是上帝所赏赐予咱的这个机会，甲这个场所，因为是免费，所以咱去年圣诞节嘛举办第2届，今年4月17国华节，欢迎兄弟来参加这届除了有宜家老师带的这个敬拜赞美团献唱足水的歌曲以外，也有3间的公益团体来参与。另外，今年也有特别为着这个咱教会建堂的这个经费来有义卖所以这个义卖呢，欢迎兄弟会当将家己厝内无用到新的袂使摕旧的新的物件摕来互交这个义乡长老还是干事，伫4月初10以前会记得摕来。咱今年较特别的有2个特色，第一个就是大家拢爱来参加，就是跳舞。咱兄弟有去参加马街150周年北部的这个礼拜的这个庆典，就知影就看到真水的这个囡仔大人会咧跳舞所以宜家老师特别建一条日本足出名的这个舞蹈快闪舞蹈无论你车饼无好势还是安怎，你来跳了就会好势第2个特色就是阮足欢迎这个年长的咱的长辈，特别有这个外籍劳工外籍看护的，会当做伙来参加，咱有一个礼物要送互因请咱兄弟对这点开始就来准备心，将时间拨出来参加。第7点，4月17这个国华节迄天的联合礼拜，要来举行洗礼甲圣餐。要接受洗礼，还是想要认捌信仰的，请向陈美玲牧师来报名，来安排洗礼课程。牧区的消息，双年团契3月23日上午10点要举行团契的聚会，邀请洪玄阁牧师来分享我的灵法，我自主晚年的信仰甲心灵的瓦靠，请去友参加庇佑午餐。遗体关怀李应轩姊妹公公李荣弟先生3月13别逝，定伫今仔下晡1点，要前往伊的府上举行圣别礼拜。3月23日拜3上午9点，要伫第2殡仪馆真爱2室举行个别礼拜，然后到富德公墓举行安葬礼拜，请为遗族来祈祷。请牧师补充报告甲介绍今仔人客。咱今仔日下晡要去李应轩兄姊妹伊的厝里来举行圣别礼拜。这咱改时间，咱改12点20，咱伫教会1楼集合。所以咱若要做伙参加的兄弟，咱12点20分，咱伫1楼集合。那么为着这个家庭祈祷，伊是第1代，伊是因兜第1位的信徒。那么恳求主借着这个圣别礼拜，借着拜3的告别礼拜，将福音带到因的全家。这是咱来为着兄弟姊妹来祈祷。咱为着世界来祈祷，特别为着这个乌克兰、俄罗斯因的战争来祈祷，恳求主紧紧来停止战争，互无辜的人民会当受到因的性命、因的
财产会当受到保护。咱嘛为着全台湾、全世界这疫情来祈祷，互咱看见伫韩国、伫香港非常非常严重，咱恳求主的怜悯，嘛为着台湾来祈祷，恳求主保守咱的台湾，也为着伫各所在宣教的这宣教师祈祷，恳求主保守因，也为着今仔日咱所听见台南神学院因的需要来祈祷，为着怀孕的姊妹裴文，嘛为着身躯欠安的兄弟姊妹慧玲姐、淑胜老师，淑胜老师因跋倒，所以伊迄个骨折，所以拢伫厝里休养。咱嘛为着伊的复原来祈祷，为着民主姐、顺成兄、邱玉姐、应轩、钟贵兄、庆和兄、秀恩姐、志金姐、吉雄兄、张老师、米霞姐、米兰姐、邓妈妈、龚琪姐、陈其雄长老、阿淑姐、以礼、素梅姐、方梅姐、谢丁兄、明理姐、谢平兄、阿菊姐、各元兄、东龙兄、丽珍、美珍、幼庄兄、李翠老师来祈祷，互咱开出为着这个事来祈祷。主，阮感谢你赏赐安尼一个大的愿望，这个愿望就是你伫十字架顶死搁活，成做阮的倚靠，成做阮的救赎。安尼愿望，互阮有气力，会当伫即个紧张、绝望、黑暗的世界过生活。主，恳求你帮助阮坚调安尼的愿望，互阮无失去方向，互阮会当用耶稣基督的标来跑走。主，阮也为着阮的兄弟姊妹来祈祷，恳求你保守这兄弟姊妹。无论是身躯欠安、心灵欠安的，主恳求你来保守伊哋，互因会当紧紧恢复健康。也为着怀孕的姊妹裴文祈祷，恳求你也保守伊，互伊甲伊腹肚内的囡仔拢会当真平安。阮也为着阮的教会来祈祷，主恳求你保守看顾阮的教会，互阮伫教会这个教育、宣教、关怀这个事工顶面，会当朝向上帝你互阮的目标来行。也恳求你保守阮建堂的事工，互阮的事工会当伫你引出来下面。主，阮恳求你来保守，因为阮知阮每一个人拢真无知。总是主，阮恳求你赏赐阮清楚的异象。主，阮也要为着即个世界来祈祷。阮看见即个世界有战争、有丧凶，有人是无物件食，有人住伫难民营，有人受到即个病毒的困扰。主，阮恳求你的怜悯。这个世界已经失去你创造时原本的美好，是因为阮的罪。主，恳求你就帮助阮，互阮会当认清家己的无力、甲家己的罪，互阮会当转向来求救你。主，帮助阮有智慧来超找你，也为着阮的台湾来祈祷。主，恳求你保守阮的台湾，虽然面对真大的威胁，总是主互阮无惊吓。也互台湾人会当有一日会当佫较侪的人会当入捌你，透过阮遮真少数的基督徒，阮的好见证。主，恳求你使用阮，差遣阮入去阮的职场、阮的学校、阮的家庭、阮的社区，成做你的宣教师。主，阮也要为着伫逐所在宣教的宣教师祈祷，恳求你帮助引出遮宣教师，特别伫一寡真危险的所在宣教的遮个人。主，恳求你保守因，保守因的家庭。互因无互这个对敌来发现，互因会当伫逐所在来做主你福音的勇士。主，阮也要为着今仔日所听见台南神学院的需要来祈祷。主，恳求你来帮助这间神学院，互因会当得到教育的资源，会当来培养属于你上帝国的工人。恳求主照顾阮，帮助阮，互阮伫祈祷、奉献，互阮伫传福音、敬拜这事工顶面，拢会当得到主你的气力，互阮知，阮毋是一个白白领受恩典的基督徒，阮一定爱徛起来。阮领受恩典了后，阮爱有行动，
主恳求你垂听阮，阮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即时来念圣诗402首，圣诗402首，念诗后，请陈牧师祝祷，请起立。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迄把上帝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恁众人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阿门。